咱有挂口罩，小可济活淡薄也不要紧啦吼。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哇，咱会当叫见面实在是真正真好哈！啊，咱敢会当起来甲大家袂当握手啦哈，总是咱甲前后讲安尼，记得你真好哈！来，记得你真好啊，记得你真好。记得你真好，到今朝礼拜搁较好哈！感谢主哈！伫即中间，有真侪欢喜的代志哦。有人考到台大，啊嘛有人考到后礼拜就要考到武林的啊吼！阿妹有阿妹无？好，阿妹，感谢主哈！好佳哉要考到武林，毋是要考到武汉啦哈！来，咱今仔日大家真闹热对无？咱看到即群就知影吼，今仔日咱是儿童的主日啦吼，所以真歹势吼，大家小可可能爱即个包容吼，咱的囡仔实在是足健康、足活动的吼。咱今仔日的礼拜方式吼，嘛甲普通时无共款吼。今仔日方式其实就是咱楼骹啊咧礼拜楼顶吼，6楼咧儿童牧区咧礼拜吼，咱就是用儿童牧区的礼拜的方式，嘛用儿童牧区礼拜会前祈祷的方式哦吼。好咱要来开始咱要来看一个见证哈咱要看这个人是啥物人，伊要来见证上帝伫伊心中的作为，是感恩的日子。请放这个影片，又看麦。对小婴儿，你看得出伊是伫咱中间哦。无声音吼。破梗了，是双胞胎。看看你边啊，像是双胞胎。无声音哦。外人是很难分辨谁是谁。在学校或教会主日学，老师总是叫错。今天是充满感恩的日子，我们来看一个母亲与婴儿的故事。大约40几年前，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有一对双胞胎出生了，是同卵双生的双胞胎哦。不但外表很像，连声音也一样，外人是很难分辨谁是谁。在学校或教会主日学，老师总是叫错名字。在双胞胎出生前，家庭环境优渥，家里是制作婴儿用品的工厂，主力是做婴儿奶嘴。大家心里一定想，这对双胞胎出生后，应该有享用不尽的婴儿用品吧？但是，当时的双胞胎妈咪住在工厂旁的住家，却因为工厂制作奶嘴的味道，产生强烈的孕吐。即使戴了3片口罩，还是无法止住呕吐，常吐到呼吸困难。怀孕期间吐了8、9个月，肚子又超级大，走路非常困难。妈咪为了生下双胞胎，实在是非常的辛苦。忍了9个月，在圣诞节的前夕，双胞胎终于出生了，但是却不像预期的白胖健康。瘦弱的姐妹俩常常哭到昏迷，要送去医院急救。妈咪整天为这2个婴儿担心他们来不及长大。当时的医疗没有现在发达，医生也不知道确切原因，只说心脏发育不良，要顺利的长大可能不太容易，让这个家庭陷入一种随时等待爆发的恐惧里。为了医治双胞胎，找遍当时南部有名的中西医，却束手无策。当时大家庭是住在一起的，双胞胎的伯母常常为他们祷告，跟妈咪一起跪在神面前，求主耶稣医治保守，因为确知在人不能，在神能，唯有把孩子交在神的手里，求神医治看顾，神必保守他们平安健康的长大。透过教会与家庭的迫切祷告，渐渐的昏迷的状况变少了，也慢慢变得健康。4岁的小姐妹终于可以上幼稚园，
也顺利上了小学，在神的保护下，现在依然健康平安。我就是故事中的女主角，双胞胎之一的丽英。神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已出手救我。透过母亲的见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得来不易的，因为保护我们的是耶和华，归荣耀给神。保护我们的是耶和华，使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经过武汉的肺炎，我们仍然能够好端端的在这里来敬拜神。如果你想知道丽英出生之后，你以为就这样过着平安快乐的日子吗？其实没有。他后来看我们的周报第6页的见证，也是他不要现在看，回去再看。其实他忘记了，忘记上帝曾经拯救他，所以当他长大了、结婚之后，他离开神，但是神又用他慈神爱手把他带回到他的教会中。另外，在差不多10年前，他得了鼻咽癌。我们有听过他见证吗？其实医生觉得不可能，觉得那个化疗过程中一定很痛苦。但是上帝他也是透过他妈妈，一直是他属灵的很好的母亲，也是生他的母亲。他透过祷告，他现在全心全意来奉献给神哦。所以我们的儿童在做手工，我们的长辈做手工，其实他很会做。然后他现在也很会做这个影片哈。所以我们就来祷告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吧。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赐福，请。到今你的心来，伊要带恁入地一切的真理。那么到底来祈祷，因为孩子他们可能习惯用华语哈，那我们就是一起用这个祷告文，我们用敬虔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主耶稣，感谢你差圣灵来到我的生命里，因为圣灵来了是要引导我明白真理，不是1、2句，而是一切的真理。求圣灵帮助我有一个受教的心，有智慧明白，又能存记在心中，行在生命里。亲爱的圣灵，感谢你住在我的生命里，叫我心里能平安，祷告能得力。愿你每天教导我，引领我。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耶稣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伫见面，因为天国是最好的。”今天是儿童主日哈，让我们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哈，我们一起来唱儿童的诗歌哈，来较亲像细囝同款哈，咱做伙来用这首诗。耶稣喜爱世上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无论洪荒雷败中，都是耶稣心宝贝。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耶稣喜爱世上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无论洪荒雷败中，都是耶稣心宝贝。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好，咱拄则看到小朋友的动作吼，有看到无？那个看一摆好不好？按做伙哦，试看摆吼，让我们这个年轻10岁好不好？好不好？来，我们跟着小朋友一起来做哈。耶稣喜爱世上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无论洪荒雷败中，都是耶稣心宝贝。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再来一次，耶稣喜爱世上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无论洪荒雷败中，都是耶稣心宝贝。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好，这样是不是不够？我们要站起来，好不好？我们社会起立哈，来，我们来兄弟。耶稣喜爱世上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无论洪
黄黑白中，都是耶稣新宝贝都。是耶稣新宝贝。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来个起来哦！耶稣喜爱世上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无论红黄黑白中，都是耶稣新宝贝。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来再来一次。耶稣喜爱世上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无论红黄黑白中，都是耶稣新宝贝。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好，有没有觉得我们年轻了10岁？耶！好像是20岁，对不对？对。来，给你隔壁的讲，你表演了就好诶。你们表现很好。好，我们先坐下来哈，我们再来唱第2首诗歌哈。我们坐下来。一起拍手。去去去就去，天天都要去，往普天下去的长生。去去去就去，天天都要去，往普天下去的长生。我们再来一次哈，一起办。去去去就去，天天都要去，往普天下去的长生。去去去就去，天天都要去，往普天下去的长生。步步惊跨千个角落，悄悄每角千百遍，珍惜每颗灵魂，为神迎娶每颗心。去去去就去，天天都要去，往普天下去的长生。好，再一次，我们要不要再回转，像小孩一样？要好，那我们再一次站起来，好不好？咱这回站起来，我们看着台上的小朋友的动作，咱这回来，我们继续西瓜。去去去就去，天天都要去，往普天下去的长生。去去去就去，天天都要去，往普天下去的长生。步步惊跨千个角落，悄悄每走千百遍，珍惜小爱心哦，每个灵魂，为神迎娶每颗心。步步惊跨，步步惊跨千个角落，悄悄每角千百遍，珍惜每颗灵魂，为神迎娶每颗心。去去去就去，天天都要去，往普天下去的长生。继续，去去去就去，天天都要去，往普天下去的长生。好，我们一起拍手哈，各位。好，请坐下，请坐。我感觉咱少年几啊岁吼，有20岁无，30岁，
哦，要无够。也无够哦。咱做伙来唱这首诗歌，我的歌声，我的歌声不是真好听。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虽然我们的歌声不是很好听，伊有缘听咱。今天是母亲节，今天是母亲节，相信每一个母亲嘛是这款的心情。无论咱的细囝是怎样，拢是老母心目中上好的宝贝。上帝嘛是安尼看咱。我的歌声不是真好听。真多字我要晓读要晓写，但是我的上帝伊知影，伊知影我的名。我的歌声不是真好听，真多字我要晓读要晓写。但是我的上帝伊知影，伊知影我的名。我的歌声不是真好听，真多字我要晓读要晓写。但是我的上帝伊知影。伊知影我的名，我的歌声不是真好听，真多字我要晓读要写，但是我的上帝伊知影，伊知影我的名。我无管我的歌声好听无好听，我搁是要唱歌予主耶稣听。我若是真心用心唱歌予伊听，不管我走啥无走啥，伊也感觉真好听。我无管歌声好听无好听，我搁是要唱歌予主耶稣听。我若是真心诚心唱歌予伊听，不管我走啥无走啥，伊也感觉真好听。咱对头看一下。我的歌声不是真好听，真多字我要晓读袂晓写，但是我的上帝伊知影，伊知影我的名。我的歌声不是真好听，真多字我要晓读袂晓写，但是我的上帝伊知影，伊知影我的名。我无管我的歌声好听无好听，我搁是要唱歌予主耶稣听。我若是真心用心唱歌予伊听，不管我走啥无走啥，伊也感觉真好听。天父上帝，你听世间每一个人，主耶稣，你也爱世囝来就近你。主耶稣，你爱世上所有的小孩来亲近你。主耶稣，你讲，阮若无亲像囡仔的款式来活倒转，阮袂通入伫天国，因为天国好亲像囡仔的样式相款，才会通得
进到伫天国。主，阮检察袂记了阮做囡仔的单纯，阮互世上做的遮的人、代志、物件来捆绑阮、影响阮，袂记阮着爱亲像囡仔来到你的面前。愿主你来祝福，特别透过今仔日的母亲节主日，儿童因的主日，唤起阮对妈妈的敬疼，对逝世的照顾。愿主你来祝福，透过今仔日主日的礼拜，无论是对儿童、对遮个做妈妈的，也是对上帝你的话，互阮知影，你的救恩永远甲阮三甲同在。你无袂记阮每一个人的命，你捌阮，你爱阮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总是阮面对世上的劳苦重担。阮有当时阮用家己的方式要来超找，总是无法度。主，你对阮呼召讲，劳苦担重担的，烦恼负担重担的，会当来到伫我遮，我就要互恁得到安息。今仔日这个主日，阮做伙来学乐敬拜，愿主甲阮三甲同在，也引带阮进入你的真理，因为你的真理会互阮的心得到自由，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要三甲来启用，咱要启用文第24，就是对诗篇100篇所来，咱要用小朋友来启咱会众来用的方式，咱三甲来启用。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学乐的诗歌来到伊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着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着用上赞进入伊的殿院，着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息续到万代。音乐，可以大声一点。小
咱三甲来读今仔的圣经节，记载伫以赛亚书49章13到18节。记载伫以赛亚书49章13到18节。咱要到底来读台语的哦，因拢有练哦，吼，只是有没有忘不了，唔知啦，吼。一起来，遮会天啊，应该出欢喜的声，地啊，应该快乐，净山应该出声唱歌，因为耶和华有安慰伊的百姓，也要怜悯伊这会困苦的。是安讲，耶和华有轻杀我，主已经袂记哩我。富人人嫌袂记哩伊食年的婴，无怜悯伊所生的囝。因咸菜袂有记哩的，总是我无袂记哩你。看，我将你刻伫我的手掌。你的声像常常伫我的目睭前，你的囝儿要紧紧倒来，毁坏你的，甲互你下远的，要离开你出去，你着夜目四界看，因众人要自责来归我你。耶和华讲。我指我的活命来讲，你要用因一切做装他来穿伊，搁用因做大来下腰，亲像新娘一样。一般样。好，咱要来看什么人忘不了我们，袂记哩咱安尼吼。什么会袂记哩咱？咱拄仔有听到哦，这个囡仔拢有答应咱要安那。擦桌子哈，登去爱记哈，看有没有忘不了啊哈。咱来看这个影片，忘不了。你喜欢妈妈去接你放学吗？爸爸懒惰睡觉哦，我一直吵他起来。你为什么事跟妈妈说过对不起？你有什么事没有啊？我妈妈说。我要捉迷藏。爱心。咱的囡仔问伊讲：“我有无乖过无？有甲妈妈讲对不起无？”敢有？我很乖，我很乖，从来没有不乖过。主啊，唯有你知道。咱去到要海去对无？啊，问丽芳兄就知影啦吼。虽然伊的孙就考到台大吼，听讲咱主任牧师嘛是考到台大啦吼，但是伊下骹有几落字，毋是台湾大学是。台湾神学院大学部。哎呀，感谢主啦！我忘不了，我无法度袂记你啊！我嘛是台湾大学吼。感谢主吼，咱的人生中间真正有真侪的代志哈。这个囡仔叫做小乖，哈，伊甲伊妈妈打勾勾，讲妈妈，嘿，我会足乖的，啊，你带我来水族馆好无？妈妈讲好啊，咱打勾勾哦，吼，我一定会总是到迄天的时阵，妈妈安那。歹势，我加班了，我没有办法呢，真的没办法。所以囡仔搁安那，搁失望一遍。妈妈你讲话拢无算数，咱毋是有约束。这句话咱会感觉足熟悉。咱是毋是捌甲咱的囡仔约束过？也是咱想看卖啊？
咱的一生中，甲咱的妈妈，唔知你的妈妈还有伫个无？你想看觅，你有感觉对妈妈失望过无？你捌讲妈妈，你拢讲话无算话无？你敢捌互囡仔讲妈妈、爸爸，你都说话不算话？所以妈妈讲好，搁一遍来，咱大哥哥，我甲你讲，我这边要带你去安那儿童乐园。好，结果迄天妈妈搁安那无用，因为老板叫伊爱加班，足忝的。过一个来你生日的时阵，买那个旺旺给你，不是旺旺仙贝哦，买什么小狗给你。妈妈迄天拍拼拍业要出门啊，已经要去下班啊。老板讲，你稍等咧，我一项接到单啊，紧嘞处理一下。我阁无法度去宠物店买旺旺小狗，等甲伊下班的时阵啊那，已经喂，所以会足气的呗，会不会很生气？哦，妈妈你都说话不算话，我不要再做小乖的啦。我要不乖的，因为妈妈你都怎样不守信用，你说话都没有算话，对不对？妈妈有没有？对吼。我牧师帮他们，对不起，实在父母很想啦，妈妈很想守约，但是妈妈怎样？不是上帝，妈妈为什么没办法守约？对，她是怎样？对，坏老板，好直接，坏老板。好，老板也有约定说要让他准时下班，结果后来也无能为力。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真的是想约定，想要用手弄安那，无能为力。但就想要做到，父母我们也很想做到。我也很想结婚的时候说要让孩子怎样？要让孩子这个没有忧虑，但是这个疫情下我们没有工作，我们收入少很多，我们就要缩衣节食。那么我们跟人的打勾勾，有可能因为人的能力不够，但是咱甲上帝打勾勾咧，上帝会安那会袂记你袂，伊会袂记你袂，啊是上帝甲这个妈妈同款，甲你甲我同款，想要守约施慈爱，总是伊无能力吗？伊有足济原因吗？咱要来看这位上帝，无，伊会记得伊甲咱的打勾勾，伊甲咱的约束。咱要搁一遍来确定，上帝是信息是有大权能的。上帝讲好，这个应允就是伫今仔经文13节，在其实伫第1节甲第12节，早就伫几千年之前就来讲好。要互伊即个失丧的，去用掠去巴比伦的遮的，即个城去用毁坏的，拢要安那，拢要互因搁转来，而且要甲进前搁较丰盛、丰容，搁较安那，搁较繁荣。即个城要搁较水，所以大家都开始安那，哇，要欢喜啊！即个天甲地拢来欢喜，拢来快乐，拢来唱歌来娱乐，因为耶和华有安慰伊的百姓，也要怜悯伊遐个困苦的人。兄弟姊妹，当你伫困苦中还袂解决，就亲像即马真侪人可能失业，也是收入可能无甲1/3，一直需要迄个纾困，总是安那输不下来，对无？无法度舒服对。虽然伊号做苏贞昌。因为伊是人，伊毋是上帝，总是有一位上帝，伊绝对会当伫咱生命中，互咱纾困，互咱会当舒服。是安那舒服？毋是咱免做，是互咱哪做，咱哪有盼望，盼望哪有望。以赛亚书其实就是讲4个仆人，中有讲到4个仆人的应许。这个仆人毋是讲你甲我有法度，咱拢无法度。因为咱的能力实在有限，这个是要讲，伫耶稣还未出世之前，上帝已经应允一个预言，透过以赛亚讲，有一个耶稣基督要成做拯救者，伊要成做奴仆仆人，所以就咧讲仆人之歌。今仔经文其实就是仆人之歌其中的一首。总是仆人之歌是遮尔好听，讲主要甲咱治地，要应允咱，以马内利的主，伊要有心判罪恶，而且阁有怜悯甲拯救。总是今仔日第13、第14节开始安那，就阁要来问上帝问题，讲你
讲的，那个今晚我查这济，主你不是讲你一定有办法吗？但是我现在为什么沦落在这里？你的办法伫对位？是安那？我一天比一天搁较凄惨。主要搁一遍伫经文讲，咱会当主来问。伊安怎讲？伊要恢复主美好的创造，而且毋是干那以色列尔，伫以赛亚，伫耶稣还未出世以前就讲啊哦，毋是干那以赛亚，毋是以色列尔，甚至咱即马伫台湾，伊嘛要恢复伊所创造的美好。咱的主实在真奇妙，伫几若千年以前就知影你今仔日的情形。你今天的情况，主早在几千年就知道，而且他定义要帮助你，帮助到底。你相信吗？他忘不了你。可是当我在困苦中，今天我还在纾困，怎么样都办不了，去了3次还没有办完，我就会开始想：上帝啊，你是忘记了吗？你跟我打勾勾是忘记了吗？所以过来经文就讲，锡安城讲耶和华，你有去杀我吗？你袂记得我吗？咱甚至伫咧困苦中的时阵，咱会讲他们的道路，可以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是隐藏的。上帝好像不了解他们的痛苦，上帝好像不了解我的痛苦，不了解他们的绝望，不了解我的绝望。主啊！我所经验的，你敢知？你有注意吗？你在乎吗？当人伫痛苦中，实在是真痛苦。这个痛苦毋是我犯错，敢若这边武汉肺炎，毋知影安那就莫名其妙。我身躯边有足侪人，伊的囡仔、伊的爸母咧美国，还是咧巴西，还是伊的表姐、伊的堂弟，就安尼就无去啊。莫名其妙，所以厝的人安那？有两话，你讲主啊，你是袂记哩吗？主啊，你是无能力哦？你胜任吗？你有能力应允吗？主啊，你是公平的吗？是安那迄个比我较歹，总是伊逐工比我较好，比我较快乐。主啊，你关心我吗？是我们人在痛苦的时候就忘记了，我们人常常健忘，唱歌。刚刚那个凯恩长老讲，我们唱一唱，就年轻几岁，20岁度假有人有囡仔讲安尼，我现在剩10岁时阵，伊讲我现在剩几岁？5岁。兄弟姊妹，咱定定会袂记唱歌，咱伫遮足欢喜的，咱都袂记咱真正的几岁。所以那个音乐牧师人也问我几岁，我几岁？哈？18岁啦！医生问我讲，你几岁？我18岁啊！医生啊啦，拢无搁问别个就写，就摕单仔互我，安那？你拢无问我倒位无不舒服？我知啊，你老人痴呆啊！阮妈妈痴呆着，恁知嘛吼？我有一遍，阮妈讲，哎呀，时间过得足紧啊，一百米啊变老人啦。我讲妈妈，你知我几岁无？我算看卖，我马上应啥？18岁，阮妈妈手水切开，阮妈妈是中重度老人痴呆哦，然后就很不屑，手叉呢，哪有可能？你亲妈妈40-50岁啊？请问，阮妈妈敢有老人痴呆？到底什么是忘记？到底什么是我们记得、我们忘不了的？我们的主都知道，他都听见。我们在痛苦中，我们在咱伫痛苦中，咱咧哭甲要伫咧时阵，主拢知。咱要来看这个影片。阿嬷抱嘛无效，不管生几个抱拢无效，是咧靠啥？靠会倒的了。
听到什么？这个查甫人的心中，就是伊的妈妈生伊的时阵过身，甲伊的心中移植伫这个查甫人的心的。伊听见妈妈心中的跳声咧叫伊。咱会记得咱咧哭的时阵吗？咱会记得咱囡仔咧哭的时阵吗？亲爱的大家，你们记得你们有这样哭过吗？你们有这样哭过吗？没有哦。兄弟姊妹，咱人生中嘛，真侪时阵咱会安尼哭，总是上帝一定有办法。伊用伊的心，以基督耶稣的心，我们这样活，咱安尼活出来。特别咱若想到咱艰苦心的时阵，你就甲你的手放你的心的，你会感受到迄跳，就是耶稣基督甲你伫地，伊咧跳，伊听见你的声，伊知影你心内艰苦，伊知影你行无路啊，哭甲拢无声，别人还佫误会讲你是哭会倒的吼，咱的会佫较倒。总是敢若有一个人，伊听见咱的声，伊无袂记得咱，伊永远无袂记得咱，因为伊知伊甲咱的应允，就是伊要应允。伫迄困苦中，伊要真做咱的办法；伫困苦中，伊要来挽救咱。因为伊的旨意就是安那要疼咱，就是要来起造咱的性命。虽然咱的性命会拄着真恶担当的代志，总是迄恶担当的代志，是要互咱的信心的肌肉安那上健身房，信心的健身房。这是伊的旨意，伊就是爱咱安那人拢会当得救。总是咱就是人，有当时咱无愿意，有真济的时阵，咱袂记哩主，毋是主袂记哩咱，是咱袂记哩主。伊应允要一脚步来引带咱。兄弟姊妹，你愿意互主来看吗？你愿意吗？你的心声无人听见，总是主伊有办法。伊的心甲你搭斗阵，你听见主咧对你讲话吗？讲我的囡仔。我甲你应允的，我无袂记哩，而且我有能力，我要真做你的帮站，永远的帮站。主的旨意就是要互咱有永生的愿望，伊无袂记哩咱，伊要一脚步来引带咱，甚至将咱的名刻伫伊的手掌心。伊真这个城墙，就是真做咱安那。咱真做咱随时的保护，主甲咱的名刻伫伊的手的，就是伊捌你。伊直接讲：“我认识你。”第二人称，我没有忘记你。对咱的听，伊用永远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而且无断，永远袂断。甚至伊用伊的手来为咱代祷，伊用伊的手来宣告，伊的手的内面有名，这个名就是你的名。毋是别人的名，伊甲你立约，伊就要祝福你，伊就要带你行荣耀的路，就是无放手，直到见主的面。主是每一天拢互咱有换新的愿望，伊的信息实在是极其大。主虽然会互咱忧闷，咱斗阵来读下骹一个好无？好，来请。主虽然互人忧闷，也佫要照伊百般的阻碍发出怜悯。伊互人受苦忧闷，伊是毋是伊所甘心的？是主要佫一遍你我讲，既然若是听候耶和华的，要寻求伊的，伊要施恩互伊，要互你。咱是毋是愿意来宣认这位甲咱伫地的主？因为以赛亚所讲的，就是一个愿望，就是耶和华要甲咱伫地以马内利的主，伊无袂记哩咱，
咱逐遍拢甲今仔的经文，咱若咧困苦中的时阵，咱毋知是安那发生这项代志。咱中间有人可能拄着真恶淡长的代志，总是主知伊有应允，伊无袂记你安，而且伊要安慰，要搁一遍来重建我们。不管已经毁坏到什么程度，伊就是要来重建我们，要互咱要搁转到起头的迄个时阵。安那时阵，伫经文中间，甚至只会安那，即已经毁坏的墙，拢有真侪人要入来，而且入来甲安那底袂落去。毋免惊吓，毋免惊讲，哦，那遮好啦，哦，那过来，阮这那过来啊，过来啊，毋免惊吓，因为主一直甲你的约束，伊无袂记你，伊永远无袂记你，而且伊有大权能会当来应验。因为伊是信息，伊阁是咱永远的愿望。咱来读今仔日的经文上尾，咱每一遍人绝望的时阵，咱就来读这个是上帝互咱真好的一幅图。请你的囝儿要紧紧倒来，花花你的，甲互你拍远的，要离开你出去，你着仰目四界看，因众人拢聚集来归伊。耶和华讲：我指我的话名来讲，你要用一切做装他来请伊，搁用因做大来下腰，亲像新娘一样样。是以马内利、以赛亚一遍搁一遍甲咱讲，早就甲咱讲，而且已经应验。今仔日，伊甲咱伫地，甲你伫地，伫你的心坎里。当咱袂记的时阵。甲你的手摸咧你的心脏，还佫有跳无？有，安尼就是主家己伫地，好无？主永远拢甲咱伫地，所以咱相信上帝的应允，而且咱来军队，因为上帝要带领你行一条路。咱要斗阵来唱回应诗，就是耶稣真疼，耶稣喜爱世上的小孩。咱会记哩哦，咱每唱一遍，咱都少年几岁？啊，咱即摆已经无到20岁啊！咱等下过来唱，咱今仔日无共款，咱要坐咧哈，咱要由亲子的上青的，吼，你若要上青，咱就斗阵来唱啊哈！耶稣喜爱世上的小孩，咱用鼓掌，好吧？来给鼓励哈！因练足久的哦哈！这大出的哦，吼啊！因练足久的，用足济时间。咱上青小组组会的时间就是咱中昼的斗阵食哈，所以咱12:30一直到2点哈。那囡仔甲囡仔，大人甲大人安尼哈。咱有一个老师就是洪桃梅哈，洪桃梅哈老师，他是心理咨商师，是基督徒，捌伫咧咱中间哈。伊就是来带咱遮囡仔哦哈，互咱的思考。你的囡仔若有这困扰的吼，拢欢迎伊后礼拜来哦哈！欢迎你的亲家朋友，拢会当斗阵来。到边唱哦，红黄黑白送都是耶稣心宝贝，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Jesus loves you, they are precious in His sight. Jesus loves
louder. If you feel the love, just shake your shoulder. Let me see all the kids throw your hands up, waving in the air. Seems like you just don't care. 当你认为自己总是没人爱，长得太胖太矮，头人总是空白 ，But that's alright。因为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耶稣喜爱世上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有钱没钱他都爱，都爱放手他宝贝。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Jesus loves the little children, all the children of the world. Big and small, Jesus loves the one and all. Jesus loves the little children of the world. 耶稣喜爱世上所有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有钱没钱的他都爱，高矮胖瘦他宝贝。Jesus love the kids, always loves me。世上所有的小孩，无论红黄黑白棕，都是耶稣心宝贝。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Bring it on,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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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 it on. Throw your hands up. You know he loves me. 耶！归荣耀给我们的主。好，请坐下。哇，真的好热闹哈，从2、3岁的都有哈。啊，我们一起来敬拜，何等的美好！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啊，牧师来祝福大家，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跟我们打勾勾约定，你永远不会忘记。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求你原谅我们，也提醒我们，主，你爱我们，而且主，你有办法来拯救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永远不离开。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来奉献哈，奉献是我们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哈。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我们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是
安相赐予阮。你的平安是予阮爸有舅嘛爸囝兄的平安。今仔日是母亲节，求你保守天下每一位妈妈身体健康。伫过去一段时间，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阮无法度让我的妈妈。但是愿我一旦找到表现爱的方式，诚做上帝的慈爱来，让我的妈妈献上阮的坚持、时间、才能，愿主你接纳。阿妹。祈祷奉耶稣的名，阿妹。阿妹。请坐，请坐啊，请坐。大家平安。平安。我知影吼，为什么学生会禁止这个囡仔就近耶稣？因为可能迄个时阵囡仔真吵哦。所以囡仔虽然吵，耶稣讲，互囡仔来到我这，唔通禁止因啦吼。好，小朋友注意听牧师报告好吗？哦。咱来欢迎头一遍吼，伫咱中间做来敬拜的兄弟姊妹，头一位范佑文姐妹甲张宏文夫妇伫倒位请徛起来，阮甲伊欢迎吼愿上帝赐福，愿上帝祝福恁吼，请坐边仔的吼兄弟姊妹代表教会甲因请安吼，欢迎。第二位是杨大千吼。杨大千兄弟伫楼顶，咱家欢迎一下。愿上祝福吼，东港会记你送小礼物互因吼，伫楼顶。第三位是周向贤这个龙岗教会执事啦吼，咱欢迎。愿上帝祝福。第四位林轩云甲张永群这对母女伫咱头前遮，咱甲欢迎吼。这是迄个姐姐吗？OK， 好，请坐。其他毋知佫有头一遍来，伫咱中间出来做礼拜的兄弟也无。好，若无咱来看周报吼，周报的消息。今仔日咱庆祝母亲节母亲节亲子的礼拜儿童甲青年牧区做伙伫主日的中间来服侍，愿上帝祝福，也祝福每一位咱做妈妈的吼，心心灵拢勇行，灵魂体得到兴盛。咱花艺演习班进阶进阶，要伫6月20到8月15开始开课吼。请恁会通若有兴趣会通来报名。请妈妈吼，做妈妈的，请恁起立吼，来，迄个礼物。1号吼，咱看1号是不锈钢的这保鲜盒，因为伊迄是较紧密吼，所以你要甲砍开时阵较出力淡薄安尼吼。第二是这拉车吼，要买菜先拉车。你若要爱第一个下底面，请你比1好无？你若要第二个，你就比2吼。好，看你要对一个吼，袂使举双手吼，选一个吼，选一个。你若摕到这个单吼，请你着速写吼，你坐咧。你若要摕第一个礼物，你就1；第二个礼物2吼。请你比一个吼，要1还是要2吼？请比一个，咱会分单互你吼。好，你若有摕到，你就会通坐落。
那个小朋友没有，还没有做妈妈。哎，前面，Hello， 前面，头前哦。你若摕到这兑换券吼，摕到兑换券，请你当坐落。还有没有拿到的吗？来，那你比多少？你有拿到单词就坐下哈。我这妈妈也未那个监听喇叭给我一下嘛。还有人还未摕到无？阿嬷在问你摕1啊，伊摕2安尼啦吼。好，拢有迄条吼。哦，咱拍拍来祝所有妈妈吼身心灵健壮吼。请咱礼拜刷请咱摕这个单吼，莫放弃哦吼。摕这个单注意听，到伫迄个互助车，较早咱伫楼骹的互助车伫遐有东港的夜牌啊吼。你1个、2个，伊拢有无共款的一个所在吼。你若1个，伊头前有搭你伫遐来领吼。拖车伊有一个大的箱仔，你若感觉无方便，你就直接拍几项物件放下，扭去买菜安尼吼。好，咱伫后礼拜有拄仔老牧师介绍有亲子的讲座透过这洪桃梅老师洪桃梅啦讲较紧会变洪桃梅安尼吼。有透过游戏来提升亲子彼此之间的关系。咱最近这亲子的小组伫遐成立，咱嘛看见遮个囡仔透过遮个活动有的是念 TT， 即马有是较会通开始独立有进步啦愿上帝来祝福。另外，咱的生日助学金这是咱要来颁发大学、大专甲研究所新人医国小国小的代表是啥？都站出来啊！咱这主题有达到迄个标准伊有来教会达到这个标准咱嘛毋是凊彩发咯有迄个标准成绩伊的操性等等来。来大专咱请子轩来代表。你这是包括研究所吗？还是另外？另外吗？大专跟研究所一起吗？来，或者合照。咱拍抱啊，甲因祝福
咱有参加伫合作社109年度诶，这防癌险吼，到期会通续约到伫后礼拜，到伫5月17号截止。来下个。咱嘛恭喜两位长老吼，因特别公福长老吼，得到这查甫孙吼，恒真吼查某囝有生这宝贝孙，咱嘛恭喜顺建长老吼，这第4个吼，第4个孙啦吼，这是查某孙吼，咱恭喜新人苏建林夫妇啦吼，咱拍包甲因祝福一下。咱楼骹有咱的协会所办的志愿服务基础吼，志愿服务基础甲社福特殊教育的训练吼，这志工的训练，咱会通伫遐来楼骹来报名吼，恁若是志工有这个特殊的训练。咱伫楼骹有摆一个单你会通伫遐来报名。咱来看一段影片，这是伫即礼拜六即礼拜六青年牧区有邀请水老师伊参与过5月天，也是真侪这专辑的制作即礼拜六暗时6点伫7楼。有请伊来分享，你姊妹咱若有时间会当来参加。好，咱来看其他，请咱家己来看。咱来读今仔日金句，读2遍，做伙来。有因人减话袂记你，伊食你的蚵仔。无怜悯伊所生的囝，因减有袂记你，就总是我无袂记你。以赛亚书49章15节，搁一遍。有因人减话袂记你，伊食你的蚵仔，无怜悯伊所生的囝，因减菜有袂记你的。总是我无袂记得你，以赛亚书49章15节。咱要斗阵来唱上尾面的诗歌请咱来起立，来起立。咱要互主来找肯，要对遮，咱要找肯出去。去甲转到咱所到的所在，咱要诚做光，要诚做盐。去，天天都要去，往普天下去的长生。去，天天都要去。往普天下去的长生，不知跨千个角落，悄悄美佳千百遍，珍惜每个灵魂，为神。去，天天都要去，往普天下去的长生。去，天天都要去，往普天下去的长生。上帝的赐福，咱三甲来领受上帝赐福。愿主耶稣基督拯救的恩温临到伫你甲你所关心的亲朋好友。愿上帝永远无改变的听，成做恁随时的帮赞。
真做恁完全的医治甲引带。信神以马内利的主，甲恁伫地，永远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出去就爱搁回来哦，爱记回来，所以咱这囡仔后礼拜咱们约束，后礼拜要搁回来来聚会哦。来，去是就去，天天都要去，往普天下去的长生。去就去，天天都要去，往普天下去的长生。花千个角落，悄悄美家千百遍，珍惜每个灵魂，为神凝聚每颗心。去就去，天天都要去，往普天下去的长生。感谢主，哈利路亚！咱的礼拜就到这吼啊，妈妈袂记啊，咱袂记哩吼啊，对楼骹领这个礼物哦吼啊，完成的做咱。来，儿童牧区的老师跟咱的雄亲的青年父母，我们到前面哈，来照一张相来纪念那个妈妈的哈，等一下，妈妈的。好，来，请儿童牧区的同工，还有我们相亲小组的家长哎，对对。小朋友都一起到前面来，我们要合照。来那个，来我们来家长都来哦。那小朋友比较小的排前面好不好？来，我们小朋友比较小的，请排前面或坐着好不好？那个可不可以楼上有人帮忙照相？嗨，来啊，来这个我们幼稚班的在前面好不好？来，来，这边，对，可以吗？